新北市立图书馆自7月至10月举办台语并脑会活动，淡水分馆甲剧团金鸡演社合作来规划台语活动，而且嘛趁机会甲民众用台语讲故事，培养讲故事的技巧。江苏甲民众唱这条淡水模式，是1957年的台语歌，来描写淡水的黄昏景致，是叶俊麟作词，洪一峰谱曲。江苏希望让民众对歌词内底的淡水、渡船头、含港等等去联想家己的生活经验。民众学唱歌的地点就伫咧新北市立图书馆的淡水分馆，由剧团金鸡演社规划一系列的台语活动，让大人囡仔来参加。咱是敢若会念得出歌尔，毋知什么意义啊！即马伊有解说，搁有迄落慢慢解说，搁迄落表演互你看，你就感觉搁较有迄落印象。了解台语，以及台语背后的伊所讲的文化，也是讲艺术啊，是讲人文的代志啊，我感觉这是相结合的啦。淡水分馆表示，为着要响应新北市立图书馆台语编脑会来推广台语，分馆就金鸡演社用淡水的生活剧场的主题来规划课程，除了唱台语歌，也有听故事和画山图等等，要让大人囡仔惯习伫生活环境听台语讲台语。嘛，希望图书馆这个空间会让正做文化点睛的头发。金枝演社的老师都具有非常丰富的表演跟教学的经验，那就希望透过这种生动的教学方式，能够让参加的小朋友能够在这种自然而然的去学习、去熟悉台语。淡水分馆表示，这届请剧团来斗3天，嘛是要借因表演的全场，带在地的民众做伙用台语学讲故事的技巧，互囡仔听。所以10月有特别针对大人开课，希望会当培养出讲故事的技巧，互台语活动有进一步的效益和正面的循环，和民众做伙为发展台语出一份力。记者卢昌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